大家好啊，我係 Gigi， 今日要同你哋講下我哋店超正嘅紗帽眼線啦。平時你哋自己畫眼線，隻手好似唔聽使，震到畫出嚟嘅眼線又歪又扭，一唔小心就暈成熊貓眼，真係好心煩。我哋店嘅紗帽眼線就唔同晒啦。我同我啲經驗豐富嘅紋繡師傅團隊，手法細膩又專業，做出嚟嘅紗帽眼線薄到好似用眉粉輕輕掃上去咁自然，根根分明，而且持久到一流，唔怕香港呢種潮濕天氣，就算你去蒲中一日一夜，眼線都唔會花，依然靚到爆燈。做完紗帽眼線，雙眼即刻炯炯有神，人都靚咗唔止一個 level， 仲慳返唔少化妝時間。姊妹們，我哋店喺香港佐敦恒豐中心 B23號，一出佐敦地鐵出口，落扶手電梯就揾到我哋啦。快啲嚟揾我 Gigi， 等我哋幫你打造靚靚眼線。如果覺得條片唔錯，記得幫我點讚、關注同埋分享啊！之後仲有更多美業好物推薦俾大家。